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当主即是因为咱得有真侪上帝囝儿女，咱会当真侪上帝囝儿女，是因为上帝对咱有无限的疼。咱三个来唱这首，听互咱主人做一回，听互咱主人做一回，听互咱主人做一回，上帝的疼，咱的真做一回，听互咱主人做一回，听互咱主人做一回。
虽然定定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会拄着侪侪困难艰苦的事，咱会讲耶稣，你敢真正知影我心内艰苦？总是耶稣要甲咱讲，我知影。虽然头前的路定定互咱拢看无要安怎行，总是耶稣要赏赐互咱满足的平安甲喜乐，伊要看顾保守咱，伊是咱一生上好的交通。上帝的囝要用完全的疼包围伫咱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当中，咱大家来唱一首《上帝的囝用疼包围你》。We
记得，咱的土地是天父上帝创造赏赐予咱的。咱讲主耶稣是葡萄树，咱是树顶的枝，枝离开树袂做啥物，所以咱要结连伫葡萄树顶看。咱讲主耶稣基督是咱教会的石盘，记得安尼，咱每一个人嘛拢是教会一份子。这时阵要邀请大家，咱希望用这首诗歌来为着咱的教会祈祷，同时咱要把这块土地改做咱的教会，因为这是咱每一个人教会，不是阮的教会，是咱的教会。咱大家来唱这首歌，为咱的教会，为咱的教会，我相信基督。我。